嗨，歡迎各位超白友返到嚟娛樂八卦超住港頻道。各位超白友擔頂凳仔霸頭位，我係你哋嘅靈魂收割機，好爆得！喂，我今日真係火都嚟埋，我以為呢個世界厚顏無恥嘅極限，最多都係何伯何太嗰啲為咗阿伯啲身家喺度獻世，又或者係張志恒嗰啲借錢借到連尊嚴都掉落坑渠。但我錯啦，我真係大錯特錯。原來香港地係有一種生物可以將寄生蟲同吸血鬼呢兩個詞語演繹到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出神入化境界。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就係最近震撼全港，搞到全網沸騰，癲到一個點嘅李家鼎大義滅親，怒揭大仔李永漢人肉提款機事件。各位81歲嘅老人家做老豆做到要將自己個仔啲 WhatsApp 同電話錄音公諸於世，你估下個心有幾痛，有幾心寒？當你聽完嗰啲錄音，你絕對唔會覺得鼎爺做得太絕，你只會覺得鼎爺你太遲醒覺啦。呢個所謂嘅大仔根本就係一隻養唔熟嘅白眼狼。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剝花生剝到最入肉，360度零死角，拆解呢個45歲學歷成疑成世冇貢獻嘅終極巨嬰，到底係點樣刷新全香港人嘅三觀？好啦，未入正題之前，我極速幫大家重溫下個案發現場。話說早前思明喪禮之後，鼎爺就接受訪問，話將身後事同埋所有財產都委託細仔李永豪去處理。點知呢個李永漢反應快過火箭，即刻喺東網度反駁，口響響話自己1蚊都冇攞過老豆，仲要扮到成個受害者咁話自己好 lonely。呢個就係典型嘅炒車現場。你以為老豆仲係以前嗰個任你撳錢任你恰嘅提款機？你以為老豆老咗就冇火？鼎爺直接使出終極必殺技，公開完整電話錄音。呢一招真係由頭打到落腳趾尾。李永漢當堂被社會性死亡。錄音入面清清楚楚聽到呢個45歲學歷成疑成世冇貢獻嘅大盜點樣用爛仔都不如嘅語氣勒索佢老豆。聽完頭先嗰啲散收收嘅片段，大家係咪覺得仲未夠口？好，我就應大家要求，將成段錄音最精華最無恥嘅對話放喺呢度，大家聽下呢個係咪正常人同老豆講嘢嘅語氣？喂，你咁樣做人唔得喎，你有冇搞錯？你嗰日同你講兜口兜面講埋點樣做，5萬蚊一個月你自己講，你自己話你嘅定期8月開嘅有200萬喺嗰度，200萬點解俾唔到咧？又唔係一次過要你俾？今日咧就決定咗我冇得續約噶啦，咁樣咧而家咧我幫你哋交租最多交租啦，你繼續出咗屎橋啦，唔係屎橋。我講先，你快啲揾份嘢做啦！我之前唔講我冇嘅。快啲揾份！你唔該你嘅我好學歷，連高中畢業學歷都冇。我記得45歲出去做 sales 都唔使話冇。你兩公婆都唔做嘢，點養你咧？有個屋契就係我手，我訂咗咗你銀行，你吹人？你46歲，你仲關我咩事啊？我識你咗好耐，但係我睇住佢眼睛明同嗰啲書嘅份上嘅啫。各位聽完呢段父慈子孝嘅完整對白，你哋係咪覺得耳仔都要去洗一洗？我真係未見過一個45歲嘅男人可以將我廢同我要錢講到咁大聲咁理直氣壯。第一個離譜位，謀財害命式嘅財產監控與核數師打臉，佢質問鼎爺：你有200萬定期8月開，點解俾唔到？哇！呢句真係聽得出佢心入面嗰粒寄生蟲有幾大隻。原來老豆辛苦一世留翻嚟嗰200萬定期喺佢眼中係佢嘅應得利益，佢仲要精確到連8月到期都知，明顯係日日喺屋企唔使做，專門研究老豆啲存摺，記低老豆啲銀行定期日期啊！最正係咩啊？李永漢之前仲敢死喺媒體面前話1蚊都冇攞過，鼎爺話你知，佢每年的收入支出都有核數師幫手計數水，每一條數都寫得清清楚楚。你問老豆攞咗幾多？核數師本簿仔一翻開，你就係想賴都冇得賴。你以為你老豆係以前啲阿伯咁易？鼎爺係老，但鼎爺唔係腦退化啊！大家諗下，一個老人家81歲，呢200萬係佢嘅救命錢，係佢嘅醫藥費啊！你李永漢憑咩覺得呢筆錢係你嘅？你仲要話5萬蚊一個月啫？哇，5萬蚊一個月啫？你知唔知出面幾多人命搏 OT 到死嗰日都唔到5萬蚊？
你仲要請埋2個工人，生3個細路，全部都要老豆供，你呢啲唔係叫啃老，你呢係叫生吞活剝啊！第二個離譜位，神級無業藉口之學歷羅生門與西點軍校笑話，鼎爺話唔續約，佢第一時間唔係關心老豆，佢第一句係鬧老豆，趕絕我。最正係嗰句，高中畢業都冇。有網民即刻爆料話，佢2011年參選區議會嗰陣，報名標學歷，填大學讀政治學。仲有以前佢成日吹水話自己去北美讀書，仲話入過西點軍校。西點軍校重話，美國最頂尖嘅軍事學院，要成績好到爆，要有國會議員推薦先入到獄。你依家同老豆講，高中都未畢業，原來咁多年嚟，你連學歷都係吹水吹出嚟嘅。呢個人啲邏輯真係比黑洞仲要深。45歲人有手有腳，你去做保安，去做外賣，去做地盤，咩都好，點會無人請？你根本就係嫌辛苦嫌面薄，想一世坐喺屋企做個寄生大盜。第三個離譜位，48萬欠債與丁蟹式歪理。錄音入面提到佢孭住一條48萬嘅債，要老豆幫佢還，鼎爺叫佢供，佢就話你趕絕我。呢種思維真係同大時代入面嘅丁蟹一模一樣。明明係自己唔詳盡，自己欠債，自己唔反攻，但佢可以將個責任完全推落老豆身上。佢眼中覺得老豆養佢係天經地義，老豆唔俾錢就係罪大惡極。呢種我弱我有你嘅心態，真係丁蟹都要叫佢一聲師傅。48萬卡數邊度嚟？你冇公開，點樣簽到48萬出嚟？係咪同你老婆日日買名牌食好西？呢啲血汗錢你使嗰陣有冇諗過你個81歲老豆喺廚房入面流緊汗呢？第四個離譜位，挾持屋契威脅碧咸別墅。佢竟然話屋契喺佢手，要掟去銀行做按揭。你吹啊！我仲有好多嘢可以還。呢句說話真係極點喎！間屋係鼎爺買嚟安老嘅碧咸別墅啊！你依家要拎間屋去填你嗰條爛債，你還唔起錢，銀行收屋，你要你老豆80幾歲瞓街啊！你所謂嘅玩係玩殘你個老豆，玩謝你成個家族。呢啲咁嘅不孝子真係應該要入刑入格呀！你仲好意思話唔俾老豆走，要老豆認咗條數先俾佢走？呢個係非法禁錮啊！大佬睇到呢度，大家個拳頭硬晒未？但係最令人髮指、最令人反胃嘅係關於思明嘅死，鼎爺喺訪問入面爆料，思明入醫院，李永漢呢兩公婆竟然完全唔通知鼎爺同細佬，點解唔通知？係咪驚鼎爺去到醫院會見到你哋啲醜事，定係驚鼎爺會發現你哋一直喺度呃緊阿媽啲錢？最魔鬼嘅係思明走咗之後10日，李永漢竟然仲去問鼎爺攞錢，金額係6、7萬蚊，藉口竟然係阿媽要用。哇！各位你聽清楚，佢阿媽已經過咗身10日啦，佢竟然仲好意思攞個死咗嘅阿媽出嚟做提款機，佢老豆話阿媽要錢使，攞完錢先至施施然輕描淡寫咁同老豆講：哦，阿媽走咗啦。呢啲仲係人嚟咩？呢啲叫陰間提款機，仲要係發自己親生阿媽嘅死人財，事後仲要倒打一耙，話喪禮鼎爺同永豪冇出錢，明明係你哋吞咗老豆啲錢啊！呢個人嘅道德底線真係低過地平線啊！呢件事一爆出嚟，網絡上嘅花生殼已經堆到上獅子山咁高。有網民話：真係仲癲過何新何太，勁過張志恒，明屈明搶。冇錯。張志恒 Steven 雖然廢雖然懶，但起碼佢會去茶餐廳打下工，會去派傳單，會去考平安卡。Steven 係周圍問朋友借錢，但佢冇日日翻屋企攞把刀攞張屋契指住老豆老母，逼佢哋攞筆棺材本出嚟啊！李永漢呢，佢係直接向自己個老豆黑錢，仲要惡過老豆。Steven 終於有人俾佢近戰啦。仲有網民話楊思琦真係好在冇加入去。呢句真係講中晒要害。當年楊思琦同李榮豪分手，全家人出嚟圍攻人哋，李永漢仲要衝出嚟扮代言人。而家睇返，楊思琦當年講李永漢喺屋企游手好閒，仲要細佬永豪交家用去供養佢一家，完全係真話。佢真係避過一劫，否則依家可能要幫個大伯還緊嗰48萬卡數，仲要幫佢供埋嗰2個工人呀。其實呢件事除咗鬧李永漢之外，我哋都要諗下點解會演變成咁。鼎爺話思明生前都有責任，呢句雖然殘酷，但好真。由細種到大，
以前阿媽仲老豆又不停填氹，最後就養出咗一隻覺得全世界都欠咗佢嘅怪物。佢覺得父母養佢係應份，父母養埋佢老婆同3個細路都係應份。講到佢老婆真係一個奇人，兩公婆都唔返工，但仲可以請2個工人，仲可以去買名牌手袋，啲錢邊度嚟？咪又係老人家嘅血汗錢。有網民話老婆可能係魔鬼託世。睇佢哋兩公婆夾埋一齊壓榨老豆，一個負責咆哮，一個負責使錢，真係人間極品。佢哋兩公婆仲住緊大屋，請工人嘆冷氣，然後叫個81歲嘅老豆出去請養我哋。呢種生活態度真係刷新咗我對厚顏無恥呢4個字嘅認知。好啦，去到節目尾聲，等我好爆得俾個終極主觀定論。我對呢單新聞嘅炎上指數係10把火，爆燈爆到上太空。真係極度睇唔起李榮漢呢個人，45歲人，有手有腳，點樣都唔會餓死。你老婆都係，兩公婆好意思喺屋企印腳，要個81歲嘅老豆養，仲要惡到咁樣勒索。你話我掟咗屋契去銀行，你吹啊？我話俾你聽，呢個世界有因果報應㗎。你今日點樣對你老豆，你啲仔女喺度睇住你。你第時80歲嗰陣，你啲仔女都會拎住張屋契同你講，你吹啊？我都冇讀過大學，你要供我一世啊！到時你真係喊都無聲。鼎爺今次真係做得好，對付呢啲無賴就係要將家醜外揚，直接社會性死亡。如果唔係，佢第時仲可以反咬一口，話你偏心細佬，話細佬禁錮佢。而家立定平安紙，將所有嘢交俾永豪處理，絕對係最明智之舉。我撐鼎爺，老人家下半生應該舒舒服服咁過，唔使再俾呢啲寄生蟲吸血。各位，我今日真係講到火都嚟。如果你覺得我講得太絕，或者你覺得李永漢呢種仔係應該繼續養嘅，歡迎你即刻喺留言區同我指州。贊成李永漢即刻社會性死亡，贊成鼎爺大義滅親嘅，瘋狂留言打1。如果你覺得鼎爺都係唔應該爆個仔出嚟打2，同埋記得俾個 like share 條片出去，等全香港人都認住呢個不孝子嘅真面目。今集到呢度有咩想法可以係留言區留言，仲有記得俾 like、訂閱、分享影片。再見，拜拜。